阿兄，哈，阿兄，姐啊，安怎啦？我3天无困啊，我一直想迄地啦。哈，打你工好无？为着这3天哦。嗯。哎呦，无咱看电视好啦，好不好？对哦，对啦我袂记啊，看电视就好啊嘛。阿兄，要看啥啊？哎呦，我对袂记甲你讲，咱看全家有智慧啦。全家有智慧，唔免3天随看随好势，所以全家有智慧，知影，拢知。知影答案是啥？是。安尼看全家有智慧就对啊。人讲抓鱼抓好，唔通抓着赤查某。请问，唔通这2字爱安怎写？唔通哦。哎呦 ，A 唔通 ，B 唔通 ，C 唔通。唔通 B 唔通 C 唔通。你拢同款啊？爸母袂使念正确的啊。你念啥个？照我看起来，安那写？应该就是 C 啦，迄个汤，跟他老父为母。 C 嘛，你嘛是安尼想的嘛？你快点。咱莫浪费时间，就是 C 啊。对，正确的写法是死无唔对吼，啊，亲像这专辑的名吼，就是正确的，啊，就是唔免的唔，吼，啊，这个汤呢，伊其实是汤是白话音啦，咱咧讲交通的通是文言音，嘿，啊，汤唔汤吼，会滴汤，这个拢是这个汤。